萬。哦，菲律賓工人行過街市，呢個小賣魚佬講話有條友仔自稱係賭神，係你。我今日係一條，原來得啖笑。這個我都快，真係唔該賭神。我即係麥當勞咧，大家叫賭聖，你賭咩大隱形先企硬出去，睇你攞曬係自頭四端牌嘅，呢隻特功能。呢度係金紙，呢個我輕輕一支，做得緊要就炒咗個字，因為我發工啫嘛，發到工會賣咗俾你得啦。你話我歌言無厘頭，我就話你瞓真牛狗夠啊！望咩啊？條氣唔做，大家發覺咧，你研究下啦。當然，如果你有杯100幾十萬就唔再講啦。借咩啊？學嘢唔使錢啊！我都有聯絡號碼係香港3345678，我再重複多一次係香港3345678。你唔揾我冇所謂，因為呢啲係你嘅損失。10點後上網打嚟，因為唔準。行。